迎收听3月26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3章1到10节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真的就在那不知所以然的苦难中，约伯面对到他生命的境况，不论是他妻子的回应，还是他朋友的陪伴，在这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感受经验，真的让约伯终于发声了，将自己真实的声音讲出来。那痛苦到一个程度，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，甚至就如今天这段哀歌，记载着哀歌是表达这一个不是用言语就能形容的。我们都知道唱歌其实不仅是讲出歌词，包括他在唱的时候所蕴含的那些说不出来却真实存在的情绪。在今天3章1到10节，约伯打破他自己的沉默，他用一件事来表达他现在的境况，就是诅咒自己的生日。他说他希望那一天是不被纪念的，是不被光照耀的，甚至不在岁月当中，就是算那一天2天，像我们都会过生日，就没有那一天，那一天直接跳过，就没有他。他意思讲白一点，就是他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然而他又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所以到一个程度，最多他真的能够表达的就是，那就让我从头到尾都不存在吧。如果我的存在是为了要经历这些事情，那就让它不存在吧。就好像没有那一天，就好像没有光照，就只有黑暗，就好像那一天没有任何希望，就是一个绝望就好了。然而上帝的话语很奇妙的地方，就在当人即使到这个阶段，到这个程度，自己真的看不到盼望，绝望的时候，上帝的话仍然能够突破盲点，仍然可以指出他真理的范围。在诗篇139篇11到12节，这里说到，我可以要求黑暗遮蔽我，或要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，但对你来说，黑暗不算黑暗。黑夜跟白昼一样光亮，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。人会被黑暗，会被黑夜，甚至会被心中的黑暗好像带领到一个绝望之处。然而今天诗篇139篇却指出，不论是黑夜跟白昼，在上帝看来，黑暗不算黑暗，黑暗跟光明对他来说都是一样，他都能够鉴察，他都能够同在，他都能够在人所不知道的那死荫幽谷当中。这就是今天的主题，不知道的死荫幽谷，就真的是死荫幽谷，没有人想要待在那个地方，但它真实发生了。我们不知道在那个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，也没有人想要去到那里，甚至正在这样境况当中的人，真的很希望能够走出这死荫的幽谷。然而我们的上帝并不是只有在那光亮的地方，因为黑夜跟白昼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光亮，他也在人的死荫幽谷当中。这表达了
当我们只能看见自己的苦难，甚至苦难让我们感受的范围已经大到我们看不到苦难以外的事物时，就在那苦难，就在那黑夜当中，今天上帝要说的是，他仍然与你同在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光明和黑夜都是一样的。光明之处，黑夜之处，会让人想到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有一位牧师他说，你相信上帝的福音能够改变人眼中最糟糕的地方吗？美国的监狱事工，他们前阵子在脸书分享好消息，讲到他们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地方，在监狱里面为51个人施洗，有51个人受洗，而且在那个年度，其实就是2022年，他在那个地区就已经累积超过450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他们开始要做这样的事工的时候，这位牧师他寻求意向，他要服侍什么样的人？神让他看见，他要服侍看来是被人遗弃的人。我想监狱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死荫幽谷，甚至可能比那还糟糕。然而就在那个地方，上帝仍然看黑夜跟白昼都是一样，他与在黑夜的人同在，他也与在白昼的人同在，他鉴察在黑暗中的人，他也鉴察在光明中的人。在这个监狱当中，他们经历了福音，他们看见原来自己的生命不是到这里就终点，不是到这里就恶性循环，原来在咒诅绝望之地，却可能是神的生命要开始经历福音光亮之处。真的就像诗人所说的，在上帝来看，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，死荫幽谷，我们会唱哀歌，然而我们的上帝仍然与约伯同在，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当我们正在分享的时候，现在的背景音乐正在播放的就是在这监狱里面，他们在监狱里面一起赞美，一起敬拜。这也是这个监狱事工很特别的地方。他们进到每一个监狱，当然他们有一些规范，有一些伦理。他们进去之后，在那里他们传福音，在那里分享消息，他们甚至在监狱里面一起敬拜，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一样。很多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在经历那死荫的幽谷。诗人或是以前的人会通过唱哀歌，好像原住民，像我是泰雅族，我们也会唱一些古调，这些古调听起来都很难过，因为它是人在那困难当中唱的歌。然而在唱这些歌的时候，或许我们真的心境是觉得很绝望，很难过，很需要抒发。但今天约伯唱哀歌的时候，也让我想到，其实人唱诗歌的时候，不仅像唱哀歌一样，我真的就在困境中啊。然而上帝你却可以赐我力量，我真的在那黑暗的当中，但是上帝你是我心中的亮光。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我们心里面的哀愁难过说出来的时候，好像约伯他在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表达，只好唱哀歌。而我们今天，如果你正在那样难过当中，你可以来唱这首诗歌，炼尽过的生命。他说，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，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，虽然黑夜漫长，充满盼望，人把双手举起，让你得荣耀。这是第一段的副歌，这也让我们知道，敬拜不仅是向上帝转向上帝，其实它还能够抒发情绪，
他更是可以带我们跟这位永恒的上帝来连结，使我们从只看见黑夜到看见在黑夜中与我们同在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我们所面对的死荫幽谷当中，真的就是那令人绝望的阴影笼罩，甚至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让我们失望，或者是让我们害怕的事发生。然而今天当约伯去经历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，他唱了他生命中的哀歌。在那哀歌里面，他寻求黑暗，但主你却告诉我们，你看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，你在光明当中与人同在，你也在黑暗当中保守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主，我们要来转向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可能就在那很苦很苦的当中，真的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但主，谢谢你让我知道可以来唱诗歌，可以来在困境中经历与你连结所带来的力量。我要来敬拜你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透过约伯记的历程，不是立刻结果论的讲到结局，而是真的在其中与主走一段恩典的道路，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黑暗、困难，甚至我们得罪你的主，我们都要转向你，交托你，更是依靠你，帮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中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约伯所走过的路，从现在开始有许多的诗歌，这些诗歌虽然难懂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唱的诗歌，也来慢慢体会上帝透过敬拜诗歌带给我们的帮助。他要与在黑暗之处的人同在，他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在各样的时刻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他是在那黑夜中仍然陪伴，仍然看顾的上帝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